这样吧，我们来约定一个手势。如果我的右手搭在我左肩的话，就代表我安全，我自有分寸；若是我头上的簪子掉在地上，就证明我危险，请你一定要救我。青锁，你果然大难不死。朱少，怎么样？还是没找到？阿庸，天都已经黑了，你要不先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？你要再这样下去，我看你身子熬不住啊。你等先退下吧，我一个人静一静。是。青锁在那边，青锁！呀！快！大司空！主上！主上！大司空！主上，你怎么了？大司空的头流血了！快护送主上回府！是。他走了，他走了。不愧是大周国的大司空，一点就透。走了就好。他走了，你就放心了。你好好养伤，早日见到你的心上人。你好像什么事都知道。你到底是谁？我虚长你几岁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叫我姐姐。姐姐？你几度舍命救我，就只是姐姐这么简单吗？对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姐姐的救命之恩，青锁感激不尽。既然姐姐一直在暗中保护我，想必你也知道很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吧？姐姐，我只是想知道有关我的身世，我到底是谁？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又怎么会莫名其妙的卷入这么多纷争呢？我救你，不过是缘分罢了。至于你的纷争，你的身世，又与我何干？所以我劝你，什么都别想了，好好养伤，才能和你的心上人远走高飞。可是你不是也在找镇魂珠吗？我想知道。哎，你别站起来，你的伤口还没好。虽然这剑伤不是致命伤，但也贯穿了皮肉。你此时乱动，牵动了伤口，这胳膊就废了。这个时候你什么都别想，有什么要做的要想的，一切等到伤口治愈之后再说。姐姐这草药啊，能令你的伤口很快愈合的。姐姐，我还是想知道自己的身世，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那个镇魂珠与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呢？好了，你是昏迷了太久，而且已经耽误了行程。姐姐，你啊，还是好好想想如何尽早去见你的心上人。这么说吧，人心莫测，若他心里有你，自然会等你；若他心里没你，即使你拼着命废了这条胳膊，他也不会等你。你知道你的心上人是哪种人吗？他自然会等我。多谢姐姐。来，我帮你换药。就这些？就这些。大司空好像确实溺水，到现在还在昏迷。御医正在为大司空诊治。依我而看，大司空不似作假。宇文邕到底在玩什么把戏？大冢仔，大司空心期早逝，这是伤痛之时，大冢仔何不……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你怎么就知道袁清所死了呢？大冢仔的意思是，大司空玩的是障眼法。严姑娘，那袁清所是你丢下河里的，你这样做，难不成是告诉寡人你与宇文邕勾结已久吗？
婉儿不敢，婉儿做什么都逃不过大冢仔的眼睛。记住，做寡人的棋子，就算自己心里想要什么，也要忍住。寡人给你，你能得到；寡人不给，你就得不到。是，婉儿知错。守在宇文邕身边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清楚吗？婉儿遵命。哦，夫人。夫君，夫人，怎么还是不见好？妾身当时受了风寒，休养几日便是。记得及时给夫人煎汤熬药，若有延误，并不轻饶。是主上。夫人，这里风大，回房歇着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夫人，大冢仔，看出蹊跷了吗？夫人虽然表面上神情憔悴，但是步履轻盈，并不是那么严重的。对了，袁清所当真没死吗？这大司空心思聪颖，贫道以为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，断断不会轻易回府的。你是说宇文邕是装病？贫道今晨去大司空落水的地方仔细看过，贫道觉得以大司空的身手，不应在那里跌倒，也不至于昏厥。袁清所的行踪，还需道长多加留意。贫道遵命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哪里？等大冢仔得到镇魂珠之后，到时候雄霸天下，不要忘了吴尘的微薄之力就是。雄霸天下，那就要看小皇帝和宇文邕怎么做了。各位御医，我家主上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还不醒啊？皇上驾到！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情况如何？回禀皇上，大司空他伤得不轻，虽然身体没有其他症状，可是服药之后依然不见行喘。卑职正在仔细的研究，给大司空再出一个方子。崔御医呢？回禀皇上，府里的医生、宫里的御医几乎都来遍了，可大司空依然昏睡未醒。今夜之前，若是再找不出方子，就治四弟，小心你们的性命。是。四弟，人都走了。哎，免礼。免礼。四弟，伤得重不重？掩人耳目而已，不会丢皇室的脸的。朕正想着该如何收拾残局，没想到你先来了一个苦肉计。不得已而为之，害皇上为臣弟担忧了。朕知道你素来收放自如，心中有数。朕现在更担心的不是你，而是宇文护。这个宇文护城府之深，难以预测。现在青所失足落水，
生死未卜，正是他兴师问罪的好时机。他竟然没有来讨个公道，难不成他真的中了你的苦肉计？迟早会来的。他不过是想看看皇上和臣弟的举动。青所安全的消息，确实可信，当真可信，请皇上放心。青所虽福大命大，可是她毕竟是个弱女子，有没有派人保护？这倒不必，托皇上的福，青所早就有贵人相助了。臣弟曾与青所约定，等他安全到达之日，会暗送消息过来。不出几日，皇上势必可以看到青所的亲笔手书。那朕就放心了。四弟，你可要当心了。青所虽然跟宇文护并不是一条心，可是名义上她还是宇文护的内侄女。万一宇文护借题发挥，你也应该有个应对之策才是。他不会找我。四弟的意思是，他在等臣弟送上门去。苦肉计虽然可以拖延一时，可不宜过久。四弟可有良策？能拖一时是一时，臣弟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先沉不住气。大将军，已经等了一整天了，还是回去歇息吧。这里是去平阳镇的必经之路，青锁姑娘要是来了，必然不会错过。看样子今天又是白等了。再等一会儿，早些接到青锁姑娘，早些回齐国。大将军，都等了5天了，青锁姑娘还没来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儿？这里虽然已经出了长安的境地，可依属下看，宇文护那老贼狡诈多端，万万不能松懈。万一……必须等，不能给殿下任何后顾之忧。按脚程算，殿下还未回到齐国，你马上向郡王府发出讯息，说我们已接到青锁姑娘，只是路途遥远，青锁姑娘又是弱女子，所以回程会慢一些。请殿下安心等候。啊？说我们接到了青锁姑娘？对，一定要比殿下快一步，送往郡王府。只要殿下收到讯息，方能安心。是。青锁姑娘，你为何还不来？我胡立光不能在此久候。我并不是怕死，是怕被宇文护抓住痛脚，两国再起争端。再有2天，如果2天之内你还不来，我就只能先回齐国了。都好几天了，还这么找来找去的。要是夫人没事，早该找到了。谁叫咱们大司空痴情呢？痴情归痴情，好好的打什么猎呀？现在好了，一个躺在床上，一个在山里消失不见，受累的还不是咱们这些当差的。平日里大司空待你恩重如山，你却在大司空遇到危难的时候说出这种话来。你那边回去，我去找夫人。等等我，我就说，我知道大司空对我等好。哎。等等我，打听了，你叫我怎么回去？等等啊！你要走？姐姐这几天的悉心照顾，青所感激不尽。我必须要走了。你还是决定要离开周国？我知道了。感情若饮水，冷暖自知。好吧，我不劝你了。这匹马给你，还有那些草药，带在路上记得替换。虽然算不得上乘，但也是匹好马。想起了从前。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路上照顾好自己。姐姐的恩情，青所必定铭记于心。青所，姐姐这么做，不是为了求你回报，我只是想你过得更好。
至少比我过得好。姐姐，我舍不得你。我也是，可千里宴席终须一别。好吧，快走吧。姐姐，有缘再见。有缘再见。看他们头盔，是啊，哎，我这一辈子，哎呀，我这辈子省着省。禀告云姑娘，宣旨赏赐的队伍已经进了东城门，都穿过东大街，不消半炷香的时间就到王府了。云姑娘，这可怎么办？殿下到现在还没有消息，那些大臣们3番5次上门造访，一定是见不到殿下，就到皇上的耳边去吹风。皇上未辨真假，才假意派人入府赏赐，纸里包不住火呀。到时候殿下再不露面，擅离职守和欺君罔上可都是死罪啊！不要急，再去打探。是。云姑娘，我看你还是快走吧。消息传给了狐狸大将军那么多天，殿下还是没有消息。依风而看，殿下是赶不回来，或者干脆就是不想回来了。不，殿下会回来的，他不会丢下王府不管，丢下金庸城的百姓不管。凤儿，去，把殿下的官服拿出来。姑娘，快去！我知道，殿下这时候一定是在快马加鞭赶回金庸城。只要他一回来，换上官服，立即去接旨。姑娘，您不要再做梦了，快去！是。长伯，你一定要赶回来呀！赵，赵，殿下，要不休息一下，继续赶路。是。这，这。主人，打探好了吗？属下已经打探好了。半月之前，有人冒充制衣坊的人偷走了一把宝剑，主人派下的人手严密监视，看见有人趁兰陵王离开金庸城，再度潜入郡王府，但都空手而归。郡王府那么多珍宝，单单偷走一把宝剑，看来离商剑在郡王府所言非虚。离商剑竟然还在郡王府，不是已经消失700多年了吗？这是从何打探的消息？莫不是圈套？是不是圈套，我自然知道。可你知道不知道？不该说的话说出来，是什么后果？主人饶命，奴婢不敢。今日郡王府混乱异常，倒是个下手的好时机。就让我来个落井下石吧。高长恭，怪就怪在你命不好。哼。禀将军，宣旨的队伍马上就要到府门前了。好，李将军，这可怎么办呢？倘若被皇上查实殿下擅离职守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等誓死追随殿下。李将军说得好，咱们誓死追随殿下，誓死追随殿下。齐将军在，你立即带人赶回王府，待洛云姑娘离开，找机会跟殿下会合。其他人等，跟我到王府门前阻止圣旨进府，拖得一时是一时。
可党家是死罪，谁不愿意去的话，现在就可以走。李将军，我等愿往，死而无悔，死而无悔。好，小杜在，你留下。若1个时辰之后殿下才赶到，我等只怕已经触怒龙颜，下场不得而知。你必定要拦住殿下，带殿下走。李将军，记住，万一有那个时候，替我们追随殿下。是。咱们走。你们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怎么受伤了？府内情形怎么样？快送殿下回府。洛云姑娘，退伍已经到了大门口了。姑娘，怎么办啊？准备接旨。接旨？谁能接旨？我接旨。凭着这条命，我也要替殿下保住王府。快，准备接旨。是。不愧本仙子千里奔波来看这场好戏。高长恭，我倒要看看，那把离殇剑你还能拿多久？哎，云姑娘，云姑娘，明明刚才还在这里，云姑娘去哪儿了？兰陵郡王号称战功赫赫，门庭也不过如此啊。怎么？难不成殿下不知道奴婢来传的是皇上的圣旨吗？何宫人，久违了。殿下伤重卧床，此时正在挣扎起身，还望宫人海涵。李将军，还是你懂礼之节啊。也罢，谁叫咱是个工人呢？哎，不敢，工人，请。请。李将军，奴婢只是个工人，殿下伤重，不能起身相见，那就让奴婢去拜见殿下好了。哎，工人是来传皇上的圣旨的，这样屈尊前往似乎不合礼数，就让在下派属下去把殿下搀出来。哎，慢着，李将军，你意欲阻挡，难不成殿下他不在府内？何宫人说哪里话？殿下不在府内，还能在哪儿？好，说得好，这话说得好。殿下他不在府内，又会去哪里呢？若殿下在府内，那将军您何不带奴婢去拜会殿下呢？李将军，您这是在拖延时间，就不怕奴婢回邺城参殿下一本，治他个管教属下不力，还是擅离职守之罪啊？何宫人说笑了，殿下的卧房就在这边，请。糟了，殿下还没回来呢。要是让那工人给发现了，可怎么办啊？殿下，宣旨的工人已经到了殿下的卧房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殿下，来不及了，走！
李将军，你说这殿下在不在里面？殿下自然是在里面，我去叫门。慢，兰陵王在里面最好，就不劳将军动手了。来人，给我把门打开！放肆！堂堂兰陵郡王府，岂容你等撒野？万一惊吓了殿下，谁来担此死罪？李将军，我有圣旨在手，难道你想抗旨不遵？在下不敢。退下！把门给我打开！殿下，殿下，圣旨，快接圣旨！殿下呀，你伤得这么重，连前厅都去不了，怎么接圣旨啊？圣旨，圣旨！殿下伤势又发作了，快传太医！是。啊！这手上还有血呢！殿下力挑突厥大营，以身犯险，受伤不轻。师爷虽然调养这么多日，伤口依然无法愈合。哦，殿下，奴婢在进宫之前也曾学过医术，就由奴婢来给殿下瞧瞧病情如何？哎，慢着！怎么？好，在下是怕弄脏宫人的手。哎，我只是一个奴婢，什么样的活儿没做过？将军，你是怕奴婢谋害殿下？啊，这伤口不浅呐！你们是怎么照顾殿下的呀？是，在下没有照顾好殿下。何宫人，你看殿下伤重如斯，这圣旨……唉，也罢，圣旨不过是嘉奖殿下战功的，奴婢回去一定会照实情禀告皇上，皇上也不会责怪殿下的。那就有劳何宫人。唉，齐将军，在。还不下去，好好招待一下何宫人。是，何宫人这边请，在下为宫人准备了美酒佳肴和一些小礼物，请移步享用。好说，好说。恭送何宫人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的伤。好险！倘若那宫人在乡下多了一下被子，故就暴露了。不管怎么说，这次危险总算是过去了。好好招呼那宫人，金银珠宝不必吝惜。是。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，您可算回来了。云姑娘她不见了。什么？走吧，大将军，已经7天了。青锁姑娘如果要来，早就到了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青锁姑娘为什么还不来？会不会是大司空的计策被袁护察觉了？青锁姑娘被捉回去了？青锁姑娘与在下约定在此相聚，她肯定知道殿下的处境。假若出了问题，她一定会找机会给殿下送信的，不会这么石沉大海。除非……有没有齐国的消息？还没有，估计殿下已经到金庸城了。
大将军，我们该走了。撤！撤！撤！大将军，你真是神了！若不是你催马过来看最后一眼，只怕真的要与青锁姑娘错过了。姑娘是去金庸城吧？不如与在下同行，可好？你是特意在这里等我的吗？在下等候多时了。他呢？天下有关乎整个郡王府命运的要事赶着去办，特地嘱咐在下在这里相候姑娘。事情分轻重缓急，殿下能留大将军在这里等我，我就知道殿下没有忘记诺言。姑娘心胸宽广，对殿下情深意重，在下真是佩服。姑娘身体怎么样？啊，我没事，我只盼着赶紧离开这里。好，天色已不早了，我们还是赶紧赶路。我这次一定要把姑娘带到长公身边，兑现她的承诺。这。夫人会回来，夫人不会回来。夫人，哎，夫人不会回来。是那个坏。谁说夫人不会回来了？你自己算的。这个根本不准，不能当真的。也不知道夫人现在到哪里了，有没有吃碧香做的桂花砂糖糕呢？也不知道主上什么时候能好起来，纸上的药管不管用？希望夫人过得好，希望主上能够快点好起来。唉，夫人不回来，主上也很难好起来啊。哎，我说楚总管，你没看见我心情不好吗？没看见我很担心夫人吗？这时候你来捣什么乱？心情很不好，担心主上和夫人是我的专属动作，好吗？你来这捣什么乱？你不是专门负责没心没肺、嘻嘻哈哈的吗？怎么现在也沉下脸来，唉声叹气的了？都怪你，被你传染了。哎，你说，咱们夫人会不会找不到她想找的人呐？那怎么可能？那可是赫赫有名的高长恭。高长恭又怎么样？赫赫有名又怎么样？能有咱们主上好吗？有吗？这个，我一看就知道没有主上好。你见过高长恭？没见过。没见过，你怎么知道没有咱们主上好？我就是知道。怎么，你敢说他比主上好？对对对，咱们主上最好。但是夫人要走，你有什么办法呢？最好这个高长恭出尔反尔，咱们夫人没找到他，这才意识到原来主上才是真爱。最后夫人还是要回到主上身边的。然后呢，夫人和主上就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。殿下，殿下，你的心里就只有殿下？宇文邕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你的殿下早就把你丢在这里回齐国了，我路过看你可怜，才来告诉你一声。什么？殿下他又丢下了我？现在你总算知道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了吧？青锁明白了。那你知道该怎么做了？大司空一直都对青锁很好，是青锁鬼迷心窍。现在我都明白了，从此以后，青锁的心里只有大司空一人。
真是阴魂不散，连睡个觉都不让本司空睡踏实。主上，您醒了。什么时辰了？回主上，都午时了。50了。我这养病养的，都快日夜不分了。还不都是那严姑娘闹的，整天的待在咱们大司空府，把主上看管的跟囚犯一样。她这样在大冢宰府与大司空府来来回回的，分明就是大冢宰的眼线，要监视主上。不过说来也怪，这2天都没见着她的影子，八成又是在大冢宰府里谋划什么坏事。多嘴！你可知道那严姑娘不是好惹的。要是夫人在的话，你也会这么说的。主上，刚刚奴婢听到您在叫夫人的名字。叫她？有吗？有，奴婢都听到了。怎么可能？你看看，她走了以后，我这屋子又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了。这些宝贝也没人摔，没人碰，本司空怎么可能叫她的名字？主上，您就别骗自己了。奴婢听到主上在梦里叫夫人的名字都好几次了。不可能，一定是你听错了。奴婢是为主上好，奴婢想，夫人此时还没走远，若主上喜欢夫人，还可以把夫人追回来的。喜欢她？我怎么可能喜欢她？你觉得她给我惹的麻烦还不够多吗？主上，好了好了，大司空府那么多女人，难道我眼睛瞎了？喜欢她？去，给我弄点吃的来。是。怎么觉得好像少了点什么？都在，奇怪，明明就走了个元清所。殿下，还是没有找到云姑娘。殿下，王府的每个角落都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云姑娘。殿下，这可怎么办啊？云姑娘从来没有自己一个人离开过家门。殿下，何宫人此时还在别院，您这个时候出去，只怕会坏了大事。洛云消失的蹊跷，我不能坐视不管。可现在毫无头绪，就算您出去，也未必能找到洛云姑娘。殿下，大局为重。好，我就暂时不出去。你立即增派人手，就算把整个金庸城翻过来，也要把洛云找回来。是。这里就是清水镇了，再往前就是小春城。小春城是周齐两地的交界，姑娘很快就能见到殿下。没想到这么小的城镇，居然有这么多的人。在下之前到过这里，人远远没有这么多，现在人流拥挤，倒是有些奇怪。爷，房间已经订好了，就在清水楼。天色还早，我们不赶路了吗？说实话，姑娘的骑术确实不错，只是一路奔波，姑娘身上又有伤。如果这样下去的话，殿下肯定会责怪我的。你去做你的事吧。是。我的伤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再说姐姐的药很管用。你一个弱女子能坚持到现在，已经很不容易了，还是休息一会儿。公子，你的扇子掉了。哦，多谢姑娘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怎么这么熟悉呢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二位客官，要不要住店啊？我们进去吧。里边请。二位客官，里边请。哎，这边请。
这里清静些，客官用些什么？把你们清水楼拿手的好菜都端上来。好嘞。里边请。你怎么了？有气味。没什么，是我多疑。茶来了，二位先用茶。客官，您这是？清水楼的天字号上房一共有4间，都住了些什么人？有2间住的是途经这里的富商，带着女眷，好像是要往齐国去的。还有1间房被一位公子定了下来，没怎么住过，房间总是空着。至于这第4间嘛，住的就是方才从这里经过的姑娘了。你别看她的侍女长得都跟天仙一样，却很难伺候的。